夏韶聲，呂方、Maria Cordero 同埋羅文5位嘉賓，你哋嘅代表首本名曲咧，葉麗儀係上海灘啊，夏韶聲係交叉點啊，呂方係聽不到的説話 ，Maria 就友誼之光，羅文就同途萬里人，出晒名呢啲歌好聽，但係難唱啊！喂，你哋不如咁啦，講講你哋是但揀一首啊，講下呢首歌嘅要訣，睇下俾啲 tips 啲新手。咁我就講啊夏韶聲呢個交叉點喎，即係要起碼有好好嘅颱風啦，有一個表情咧係要做出嚟係能夠受得住生活嘅摩擦嘅煎熬先得。手瓜要起剪，手瓜要起剪，有耐力。難度真係好高。咁我講講啊，如果呂方啲歌咧，即係如果唱嗰啲歌就比較輕鬆啲，你可以望住佢頭殼頂嗰個鑽嚟唱啦，定即係唔會分神咁話啦，係嘛？咁講法嘅。阿呂方你點睇啊？你點睇啊？咁樣講你首歌。我就覺得我啲歌就即係好輕鬆，可以對住我唱。但係如果同阿 Maria 唱咧就慘啲，因為佢即係你知啦，壓迫感重啊。我而家幾想壓迫，我幾想壓迫過你啫。唱得㗎啦，你唔使唱㗎啦。哦，邊係係啫？即係睇你自己嘅唱法，咁有咁大個身形咁嘅唱嘢就大聲啲。但係如果我睇咧，就唱羅文啲歌就難啲啦。點解？因為你以前唱歌嗰個方法同而家唱歌嘅方法係唔同嘅。咁係會變㗎嘛？以前係咁，而家唔係啊！佢嘅路線走得好快，同埋歌數好高咯。要跟住羅文變先得啦嚇。咁羅文你又點睇葉麗儀嘅歌？咁我話咧，如果難度咧，其實上海灘都唔容易唱㗎。首先開頭嗰兩句，如果冇個雄壯嘅聲嘅話，你冇個氣勢出嚟嘅。其實我話最緊要咧，就係每一個人都要唱到自己嘅風格，就千祈唔好抄襲。哦，呢兩句我覺得特別要留意喎，啲新秀嚇呢兩句咧反而好緊要喎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剛才都攞到你哋寶貴嘅意見。好啦，請你哋又準備一下，稍後翻嚟有結果兼且咧有第2回合嘅比賽，轉頭再見。